有幸见证凤庆第一家国营食堂的开业，让我们进去看一看乡村70、80年代的饭票、粮票。干饭人、干饭婆、干饭都是人上人。我们来尝一尝国营食堂的饭菜口感怎么样啊？我先吃为敬。腌菜烤肉，好干，而且它这腌菜腌得很正宗啊，这是我们凤庆人的口感。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菜，这个1、2、3，3个荤菜，3个荤菜15块，加2个素菜19块钱。这个水果是免费的，种类也有很多，橙子、火龙果、葡萄，还有那个圣女果。这么一餐，有营养又丰富，吃